新华莲潭里因为靠近南科，所以主体区发展快速，连带交通甲停车需求嘛对咧增加。所以市府利用区内唯一的停车场用地，大约0.25公顷，用立体道路票的开发，希望达到上大的空间使用率，毛地方拢相当期待。毕竟这几年南科一直在扩展，其实很多的工程师都会选择这边优先做居住的地方，因为这边离南科是最近的，所以停车场在这一区的话，其实旁边大部分都是租屋的一个套房使用，所以很多的一个工程师有一些停车的需求。那其实这个停车场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帮一些租屋的工程师解决他们的一个停车问题。有争取到前瞻的补助，那总共会来辟建4加1层楼的这个立体停车场。那把原来的只有平面的101席的这个车位，我们可以增加3倍可以增加到304席的小汽车停车格。再度掌声喝彩！这号该停车用地伫老底的人狮团组定以后，市长王伟铁、交通局长王明德、副局长林志典等侪民代甲贵宾陪同进行动土祈福典礼，希望充分满足当地停车需求。应该可以相当程度的缓解周边的停车的需求，而且我们把1楼多功能化。多功能化的话，就可以在社区上面的服务，以及服务功能，以及商业机制上面，可以来提供给许多需要的人来使用。总经费5亿4000多万的立体停车场，用统包工程的方式执行，预计115年2月地当完工。到时将有304个汽车位、230个机车位，加上1600平方公尺的道路票使用空间，除了解决停车问题，嘛将成为智慧绿能的新地标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